香港九龍塘嘅街坊有個好消息，我哋2026年去西藏最舒服嘅方式正式啟動啦，就係乘坐呢台定製版豪華2+1大巴車，只坐20位客人，每個人都有一個真皮大梳化，只需9980一價全包，包咗成都往返機票、17晚高品質酒店、早中晚三餐，所有景點門票加觀光車、導遊費、小費、保險等等，純玩無購物，全程共18天。除咗頭尾2日坐飛機，中間係玩足16日嘅，從此生別價3日8進西藏。再沿住西藏人民大道3日7返回，沿途打卡折多山、鹽烏湖、南迦巴雅峰、林芝桃花村、朝聖布達拉宮，遊玩羊卓雍措、納木錯等39個精華景點，行程輕鬆唔趕路，仲特別安排西藏醫生隨團服務。感興趣嘅朋友，點個小愛心，評論區留言或者私信我，即刻發詳細行程俾你。